大家好，我係 AI Morris。好多人對退休後嘅資產管理都冇咩概念，你而家嘅存款係咪足夠應付長達30年嘅退休生活？今日等我話你知3個臨近退休嘅 MPF 投資部署策略。唔少人一到65歲就會選擇全數提取 MPF， 不過呢個並唔係唯一嘅安排。揸住現金雖然會安心啲，但隨時會跑輸通脹。其實你亦可以選擇分期提取，每年喺 MPF 賬戶提取固定金額，用作生活開支。記得按通脹情況每年調整提取金額。另外，你仲可以因應個人風險承受能力繼續投資 MPF， 例如將部分資金轉到每月派息收益基金，自製收入，增值退休儲備。假如你仲有5年就退休，就更加需要做好分散風險，例如採取較保守嘅 MPF 投資策略，去守住你嘅退休儲備，唔好集中投資喺單一市場類別同基金。如果冇頭緒嘅話，可以參考下預設投資策略，即係懶人基金入邊嘅股債投資比例。簡單嚟講，就係除令降險，由而家到你64歲期間，逐步減低股票比重。到咗65歲，可以考慮將大概80%投資喺風險較低、以環球債券為主嘅資產。而剩翻嘅20%就繼續投資喺以環球股票為主嘅資產，用嚟爭取增長潛力。如果想了解更多，不妨睇翻呢一集。喺生活費同醫療費用上升嘅情況下，大家可以利用黃理嘅退休計算機，評估一下個人儲蓄同潛在收入，能唔能夠應付你嘅理想退休生活，繼而調整投資方向。check 多啲，不如 check 真啲。